当一个汉族媳妇嫁到草原，天天给蒙古族老公做好吃的。找着了，今天给把它做一个酱焖牛窝骨吃。哎呀，这找半天才找着。朋友们，我这一片埋的都是肉，我明天得记上点，要不然我找不着。这俩牛窝骨可真大，先把这个牛窝骨给它剔下来。行，下来了。这个骨头留着，明天给把它煲汤喝。牛窝骨再给它好好洗洗。行了，就这玩意儿炖出来可好吃了。起锅烧油，先把我的秘制酱料放进去炒炒，再放入牛窝骨，再给它加上水，让它炖着。放把大粒盐，好了，让它焖2个小时就行了。这2天天气冷，都零下40多度了，我给我家刚下的小牛犊做个耳套戴。应该差不多。看看朋友们，我再给它续点羊毛进去，再给它折一下，缝上就行了。再给它缝个绳。行了，我去给它试试去。别动别动，我给你做热乎乎多好，过2天再给你做个衣服穿。动耳朵。好了，行了，这是不动耳朵了。过2天我一人给你们做一个啊！啊，做好了回去吃饭吧。我不吃。这好小子，你待会儿别回来，我走了。看看牛窝骨咋样了？牛窝骨炖好了，出来。看看这牛窝骨可炖好了。真香。你不是不回来吃吗？不行呀，媳妇儿，饿呀。是吧？我也来一个。是吧？太香了。真好吃。牛窝骨就是吃的这个筋，可香了。八嫂的粉丝们，来一颗吧。酸奶。